嗨，大家好，我是躺平树，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這一期咱們聊一聊日本消失的30年。今天在網上看到一篇文章，說日本很多人老了之後破產了，會有多絕望。說日本有930萬老人被迫就業，養老金連吃飯都不夠。為什麼聊這個日本？那是因為有很多可以為我們所借鑑的地方，也就是你看到了日本的過去發生的一切，那對我們現在所經歷的，那還是有一些借鑑，有一些警醒的地方。所以我們來一起聊一聊。這是一篇文章啊，標題就是日本老後破產有多絕望，930萬老人被迫就業，養老金連吃飯都不夠。實際上你把它放在當下，它一點都不違和。你可以把標題改一下，叫是吧？印度農村老人有多絕望，幾億老人被迫是吧勞動，養老金連吃飯都不夠，一點都沒有違和，是吧？所以說对我們很有借鉴意義。这文章說，你敢想象嗎？辛苦一輩子熬到退休，連一頓飽飯都吃不起。沒錯，我們當下有多少億人，是多少億農民，是吧？是這種狀態。真正可怕的不是衰老，而是老了之後沒有退路，連生存都變得艱難。在農村，你70、80歲的老太太幹活的多了去了。在日本的街頭巷尾，白髮老人還在奔波勞作，用年邁身軀討生活。他們不是熱愛工作，也不是發揮餘熱，只是停下就會活不下去。我想在農村幹活的老年人，恐怕也不是簡簡單單是熱愛勞動吧。一旦停下來，他拿什麼養活自己呢？一個月養老金是140塊、160塊。現在日本已有930萬老人重返職場，養老金根本撐不過日常開銷，對吧？那140、160，你能撐得過日常開銷嗎？買點醬油，買點醋，差不多就沒了。物價在不停上漲，退休金不斷縮水，基本3餐都難以維持下去。這個說的是日本經歷的所有困境，我們正在經歷，未來也可能繼續面對。它是一面最清醒的鏡子，看懂背後的邏輯，能讓我們少走無數的彎路。這對我們個人來說，少走彎路。很多人以為危機使房價暴跌，而真正的根源卻是國策的徹底轉向。二戰後，日本靠出口強勢崛起。1980年，汽車產量登頂世界第一。現在汽車產量和銷量，那咱們差不多也是第一了吧？我來查一下，我查了一下，目前全球汽車產量第一的國家是中國。2025年，汽車產量達到3453萬輛，連續17年穩居全球第一。中國產量幾乎相當於美國加日本加印度的總和，遙遙領先。剛才說產量，目前全球汽車出口數量第一的也是中國，就是中國不僅是產量第一，出口也是第一。2025年全年，中國汽車出口量達到709.8萬輛，同比增長21%，連續多年穩居全球第一，大幅領先日本和德國。2026年這一個產量和出口量第一的位置得到了強化。我們繼續言歸正傳。這個文章接着說的是1980年代日本的汽車產量登頂世界第一，現在讓位給咱們了，咱們是世界第一。當年日本製造橫掃全球市場，索尼產品佔據美國半壁江山，巨額貿易順差引來外部壓制。1985年，日元被迫大幅快速升值，出口優勢一夜歸零，貿易立國走不通，國家被迫尋找新出路。日本開始將房地產金融化，央行放水降息，資金瘋狂湧入樓市，地價在短時間內瘋狂飆升，全民堅信房價永遠不會出現下跌，無數家庭背上高額房貸。那這個好像是吧，跟咱們有異曲同工之妙。1991年泡沫破裂，房價迎來暴跌，高位買房的人負債累累。後來回暖全靠放水刺激，強行托舉。那是2021年開始的，咱們恒大一暴雷以後，高位買房的人負債累累，房價迎來
我們不叫暴跌，我們叫調整，最高點到现在調整了40%。這場泡沫教訓無比真實，脫離實體的繁榮，終究會走向崩潰。靠炒作堆起的財富都是虛幻，根本撐不起普通人的安穩一生。這個文章說，日本失落一代出生的嬰兒潮，成長在繁華，成年撞上崩潰。也就是上世紀80年代出生的這批人，現在40多歲。不对，他那婴兒潮应该是60年代。嬰兒潮，這日本就是2戰以後嬰兒潮，他們在嬰兒時期正好享受日本高速增長，他在青少年時期趕上日本正是繁華的時候，但是他一畢業就趕上了上個世紀80、90年代這個泡沫破裂。這個有點像咱們的00後差不多吧。00後大學一畢業，1270萬人畢業，那多少人能就業呢？連續好幾年都是1200萬大學生畢業啊。但是這些00後確實他也沒吃什麼苦頭，那00後在生活物質各方面條件都得到了極大的改善。他們成長時期正好是奧運會是吧？經濟高速發展。日本說他們年輕時遭遇極致教育內卷，升學極難，心理壓力無比巨大，千辛萬苦考上大學，卻迎來就業冰河期，穩定崗位大幅縮減。大量畢業生只能從事臨時工作，沒有福利，也看不到任何希望。我也不說這是介紹日本，那肯定還有人以為我是介紹印度是吧？這個3.2億靈活就業，對吧？每年以4000萬的速度在增加，這說的是誰呢？那不跟日本當時一樣嗎？這文章說，他們買房時房價最高，工作後薪資不漲，養老時保障不斷縮水。時代紅利從未眷顧他們，經濟下行的代價卻被他們全部承擔。即便拼盡全力支撐產業轉型，也擋不住技術革命帶來的衝擊。曾經的制造優勢不斷弱化，這代人終究沒能換來安穩的晚年。他們一生寫滿無奈，也是經濟周期裡最讓人心疼的真實縮影。這就是日本消失的30年。第3部分，他說，經濟繁榮時，日本沒人願意考公，私企薪資高，機會多，前景更好。這個我有發言權。2000年那時候，國企和機關單位，人家都叫下海，都離開，都去哪兒？有的是當然了自己創業，更多的去外企啊，因為外企的工資高，待遇好。而國企的工資低，待遇差，这個政府機關有的連工資都發不出來，那時候叫下海。那你看現在反過來，對不對？現在大廠什麼外企的現在想着辦法要考公，完全倒過来了。泡沫破裂後，就業市場崩潰，穩定的公務員變成全民爭搶的目標，報考人數瘋狂上漲，崗位競爭白熱化，一度成為最吃香的職業。那現在你說考公的多少人？一個崗位好幾百人考的，什麼700、800比1的，那比比皆是。可財政承壓後，薪資縮水，編制收縮，考公熱潮很快徹底消退。也就是日本，它剛開始是大家都願意去私企，後來這個經濟不行了嘛，消失了30年是吧？低迷之後，日本很多青年他沒辦法找不到工作，他們只能考公，公務員的收入穩定。但是考公之後10幾年以後，日本的考公人數急劇下降，大家可以找一些報道看一看。日本的考公人数為什麼下降？很簡單，就是日本的國債啊，是說債越來越多怎麼辦？也是跟美國一樣，說再發下去利息都還不起了，怎麼辦？只好要化債。那麼日本的化債人家也比較簡單，其中之一就是勒緊褲腰帶，少花錢。那公務員的預算開支，政府的開支都得急劇下降。一下降之後，日本的很多崗位，公務員崗位很多什麼，就比如說這種編外人員就裁掉了，或者是非核心崗位也裁掉，導致什麼？導致日本的公務員他的工作量急劇上升，因為他很多人被裁掉了，工作量急劇上升，但是他們的工資還在下降，導致越來越多的公務員覺得自己虧，在政府部門幹着大量的牛馬的活，但是工資還低。而當然了，這個時候日本的私營部門它的待遇慢慢好起來了，私營部門緩過來了，這時候越来越多的人又從政府辭職進私營部門。日本是經歷過這麼一個過程的。那現在日本考公的少多了，
那我覺得是不是咱們這也有可能會出現這麼一個循環？這個有待觀察。也就是日本的財政承壓後，薪資縮水，編制收縮，考公熱潮很快徹底消退，說明世上沒有永恆的鐵飯碗，穩定只是特殊時期短暫現象。那這個咱們一直宣傳，所以所謂的鐵飯碗，所謂的一個單位、一個職業你幹一輩子，這種事情不存在。我們注定了要漂泊啊，我們注定了要經歷失業，我們注定了要經歷重新找工作，重新上崗，我們注定了要換賽道，不停地改變自己。沒聽說哪個碼農從大學畢業開始到退休還是碼農，這個不存在的。同時，日本學歷貶值越發嚴重，大規模擴招後，高學歷不在之前，產業轉型不順，崗位不足，大量碩博畢業即失業，即陷入失業的困境。那現在我們不光是博士碩士，我们主要是本科生，对不對？1270萬大學生一畢業就陷入失業，就連外賣，對吧，都已經冗餘，2000萬外賣騎手實際上只能養活400萬，還有1600萬的外賣騎手冗餘。盲目追求高學歷只會陷入被動，選擇方向必須貼合市場需求，跟風從眾的人生注定被動，保持清醒才能避開不必要的陷阱。文章第4部分說日本老人陷入老後破產，源於房產負擔、養老金缺口、投資無路。說房產稅常年居高不下，日本還有房產稅啊，那這個確實更容易讓人雪上加霜啊。房產稅常年居高不下，房子從資產變成壓垮老人的沉重負擔，養老金體系支撐能力持續下降，年輕人繳費意願越來越低。為了維持基本生計，高齡老人只能重返職場，從事體力勞動。恐怕很多去日本玩的人，去日本旅遊的人恐怕深有感受。日本服務業很多都是年紀大的人，像我們這服務業都需要小伙子，但是日本那很多都是白頭髮的開出租車，白頭髮的老頭去當這個門童。日本有930萬老人被迫工作，近80%拿着低薪，晚年毫無尊嚴可言。那我們現在很多地方就有了，通脹一點點蚕食購買力，養老金不夠生活，省錢成為唯一的選擇。日本經濟長期停滯，投資無收益，負利率下存錢也會不斷虧損，投資無路，儲蓄虧本，買房承壓，老人陷入完全無解的困境。那現在咱們也差不多了，咱們銀行存款你已經1%了，1年期的0.幾，3年期的只有1.5%、1.6%了，是不是？我說這大行投資無路，你投什麼？現在你敢投什麼？投什麼能保證賺錢呢？你投什麼賠錢？說日本的現狀告訴我們，單靠養老金根本無法支撐安穩的晚年，養老需要提前規劃，合理配置資產，更要敬畏經濟運行規律。日本這面鏡子照出真相，關乎我們每個人未來的生活質量。提前警醒，提前布局，我們才能在老去時擁有體面的安穩。這個如果不強調一下，這說的是日本，還以為說的是大國。實際上我們現在你說農村有多少億老人，60歲以上的還在幹活啊，那比比皆是，對吧？一個月拿140。我們現在正在經歷考公熱，這個熱度目前看還沒有降溫的趨勢，還是越來越熱。所幸我們現在高考的卷好像有所弱化，近期這2年高考人數在下降，這就是標誌之一。我覺得這是個好現象。這文章說我們要早做準備，其實沒毛病。最近網上有個叫中產返貧7件套，也就是說你本來是個中產，但是你要沒有安排好，那你很容易就變成貧困戶。最近央行的數据大家都看到了，還有統計局的數字，這些都說明一個什麼問題？首先，內需5月份社零數據是負增長，比4月份下降了0.8個百分點，負增長社零數据，說明大家都在勒緊裤腰帶，都要勒斷了。這個4月、5月連續2個月儲蓄在下降，說明大家又是把錢取出來去還按揭貸款，把所有的負債還掉，再降槓桿。實際上這些東西在日本都演過，在日本都出現過。我們有一些是在重新經歷日本的老路，但是有很多人現在還沒有意識到，為什麼我們老是說消失了日本30年？但是
日本它走下坡路的時候，它還有一个跟我們不一樣的地方，就是日本那個時候它已經富裕了，人均 GDP 高了，它已經是富裕國家。我們那目前人均 GDP 還是不高的，也就是剛過發展中國家，離富裕呢還有點路。所以說我們現在如果經濟不好的時候，實際上底子還沒有日本好。就日本人什麼？日本人他雖然後面經歷寒冬，但是人家就像北極熊一樣的，他已經吃了很多，他有厚厚的脂肪，人家能扛過這30年的寒冬。但是我們的脂肪還沒有積累起來啊，很多人連過冬的衣服還沒準備好，脂肪也沒有，結果冬天來了，你說怎麼辦？我們還有很多中產恐怕還沒有意識到這個日本所經歷的這些意味着什麼。為什麼還沒有進入寒冬，僅僅是降溫，一陣寒意吹遍大江南北，那就那麼多中產就喊着受不了。為什麼？這就是中產破產7件套，以前叫中產破產3件套，現在變成7件套，又多了4個。那中產破產3件套是哪3件呢？這個大家都知道，聽得比較多了。也就是最近全網瘋傳的中產破產7件套刷屏，前幾年在網上流行的中產破產3件套，現在已經升級為7件套。那麼過去大家認為的3件套就是高額貸款買房，就是加槓桿買房，老婆不上班全職帶娃，孩子上國際學校，這就是中產返貧3件套。但是曾經這3樣東西並不是貶義詞，也不是什麼返貧3件套，反而是一個中產的標配，是成功人士的標準配置。那不就像日本一樣的嗎？我的印象中，我以前經常看媒體報道，我年輕的時候，高中或者上大學的時候看那個報紙，他們描繪的那個日本人是什麼？日本女人是不上班的，早上恭恭敬敬的送老公出門，老公對他早上起來先把早飯做好，老公起來把早飯一吃，老婆在門口送老公出門，把老公的包給他拎上，老公上班去了。這個老婆一會兒說是背個 LV 的包，就要送孩子去上學，上幼兒園，上小學。我以前看的媒體報道都是這樣的，日本人就這樣，日本人男的在上班壓力非常大，這個感覺有點歇斯底里。好，日本人他下班了不回家，在小酒館把自己關得暈暈乎乎的，不知道半夜才回家，或者你不管多晚回家，老婆在那等着，您今天辛苦了，好像是這樣的。就這種描述，那不都这不就是妥妥的嗎？中產3件套，這個剛才已經說了，日本人貸款買房、房地產，老婆不上班，孩子上國際學校，日本的教育很卷，實際上這個是成功人士的標準配置。但是一頓寒潮來了，第一個倒下的恰恰就是這些中產。而我們現在具體到咱們這兒，一個典型的中產畫像，基本上就是老公在互聯網大廠或者金融行業上班，年薪幾十萬甚至過100萬，老婆生了2胎後在家全職帶娃不上班，家務全是保姆來做，老大在國際學校讀書，1年學費10來萬。這個恰恰我身邊大量這樣的人，我身邊有很多朋友，他們的老婆妻子都是生2胎，不要說生2胎，他們好多結了婚之後就不上班了，有985大學畢業的，有211畢業的，正經都是名牌大學畢業。但是不管你什麼大學畢業，一結婚好多就不上班了。不上班的原因有多種，一個是經濟壓力沒那麼大，主要是經濟壓力不大。第二個什麼？第二個就是這個女同志一旦結婚了，她找工作也不好找，因為人家都知道你要備孕，你要生孩子了，加上你要生2孩子，你想想，從懷孕到哺乳期到產假一大堆的，那你說你要2個，一般的單位都扛不住。這女的也一樣，她在找工作非常難，所以再加上最主要是壓力沒那麼大，經濟壓力沒那麼，所以說她就不找了，乾脆一歇就歇下來了。這一歇，對不對？你越往後面找工作越難。過了40歲，過了35歲，你找工作就更難了。所以說他就這麼停下來。但是現在也有很多人咬牙重新回到工作崗位。為什麼？還是原來的原因，就是經濟壓力大了，收入不行了。你不去上班，那你沒收入，壓力太大。2孩子，如果房子還要還按揭貸款，你想想，老公再失業或者再收入下降，所以被迫又得去上班，咬緊牙關克服種種困難。我身邊這樣的人非常多。當經濟突然暫緩，房價由漲轉跌，互聯網大規模裁員時，這種單一收入的家庭會遭到重創，甚至
收入直接为零。一旦对吧，老公被裁，那收入就没了。再加上每月高额消費，直接壓垮一個家，對吧？網上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杭州的碼農，這是我們老說的過氣網紅城市杭州。杭州的碼農突然被部門優化時，蹲在工位旁捂着臉痛哭，同事都很納悶，為什麼拿了28萬的賠償金還繃不住？後來一問才知道，這位大哥在杭州濱江買的新房，每個月要還貸款2萬6千元，老婆在家全職帶娃，孩子上私立小學，各種興趣班，加起來一個月至少1萬2，全家就靠他一個人的工資撐着。28萬的賠償金雖然不算少，但僅僅夠他支撐7、8個月。他之前的年薪很高，可是這3件套他都踩中了，一旦有風吹草動，全家都會垮掉。幾年過去了，大家還在為這3件套心有餘悸時，新的破產7件套又刷屏了。這個7件套裡面，什麼加槓桿買房，這個老婆全職帶娃，孩子上國際學校是一樣的，那麼又多了4個。哪4個？一個就是盲目投資不懂分散，一個是盲目創業，第3個是忽視自身健康，第4個是愛攀比消費。盲目投資不懂分散，這個時代有點閒錢的人都學着去投資，但有2種極端的情況。第一種就是把所有的錢全都放在寶寶類的產品上，收益率都跑不過贏通脹。第二種就是把所有的錢都放在高風險的股市中頻繁操作，這種長期來看大概率都是虧損。要學會把雞蛋放在不同的籃子裡面，把你的錢按照合理的比例放到多少個產品中，合理的分散，去規避風險。但是這個對很多人來說他理解不了。實際上當下我一直強調，我們普通人，我們牛馬不要想着什麼投資什麼賺錢，我們要做的是保住我們用身體換來的那些窩囊費，8小時換的錢你要保住它，而不是說讓它還能賺錢。那你想多了，如果大家都能拿自己的錢去賺錢，那這個經濟怎麼可能是這個樣子？有錢人比我們多得多，對不對？人家都幾百億的，那更容易賺錢嗎？你那3、5萬的、7、8萬的都能拿着去賺錢養活自己，想多了。你讓人家7、80億的人怎麼辦啊？所以我們要做的呢，就是保住我這7萬8萬的。所以本質上是打消投資理財這種妄念，保住本金，那也要講究分散風險。我們在會員節目裡經常說。那第二個叫盲目創業，那這個我們一直反對的。我們在節目裡面從恆大暴雷開始，我們就說了，可以騙你的人，不能騙你的錢。創什麼業？很多人在創業上聽風就是雨，夢想着可以創業成功，然後鹹魚翻身。看到一個項目被人隨便忽悠2句，就覺得是千載難逢的好機會。這些年看過很多人都是滿懷熱血進場，然後燒光全部積蓄，然後黯然退場，老實打工。創業一定是低成本進行，並且一個項目在小範圍內從0到1跑通了，在盈利模式下再去複製擴大，以最小的投資撬動最大的經濟盤。這個說法也不對，什麼意思啊？我們作為普通人徹底死了創業這條心。我可以出人，我可以參與，我可以不要工資，或者是我這工資低什麼，或者是幹半年黃了，那我就是浪費時間了。但是錢我一分不投，這就是可以騙我的人，不能騙我的錢。再好的項目我都可以參與，我反正現在有的是時間，我閒，那我也不想脫離社會，好的項目好的方向我都願意，那你就出人，就這麼簡單。再好的項目他總得招人，拉你投資還不如拉你說我給你白打工，投資是沒錢。有多少人碼農，就剛才說的中產，他被裁掉之後，他本來是碼農，過着中產悠哉的人生，真是什麼上升期是吧？但是一旦被裁以後，他慌了，拿着賠償金50萬或者是70萬，非常容易就陷入，要麼去紅綠市場準備專職幹紅綠市場，要麼就是什麼加盟奶茶店或者是火鍋店，專職當老闆，最後補償金沒了，徹底歇菜。如果僅僅是補償金沒了，那還沒問題，有的還不停的加倉，像低保老人一樣不停的加倉，最後導致破產。
那第4個就是忽視自身健康，這就是我們是吧？這幾年一直提倡的，我們要保身體，一定要記住了，你身體是1，你所有的什麼錢、上班、工作崗位、光環、榮譽，那都是後面那個0。如果沒有了1，後面一切0再多都沒有用。首先你得有個好身體，你才能熬得夠長，才能熬過這個漫長的黑夜。這是你的前提。如果你沒個好身體，有錢也沒用，或者是沒錢的更沒用。沒有錢你還沒個好身體。最後一個就是中產愛攀比消費，那這個肯定是要不得的。現在攀比消費風已經下去了，從社零数据就能看出來，車也賣不動了，手機也賣不动了，奢侈品是吧？在中国那也是日漸萎縮，各種名表、各種包是吧？現在这銷量都是肉眼可見下降，因為咱們這下降導致他們這些奢侈品公司業績都非常難看。我們的消費觀念在變，以往你買個奔馳那是面子，現在很多人不在乎了。你買奔馳誰也不把你當回事，你買個奔馳不僅不覺得你什麼厲害，是什麼老板，現在人家懷疑你是不是欠了債，你來是不是要跟我借錢？所以說消費觀念已經发生變化，也不再攀比消費了，你的我过我的，你天天山珍海味的，我這饅頭加榨菜，咱誰也互不干涉。所以這就是中產返貧7件套。現在我們要自身對照一下，在這個大環境下，如果你這個7件裡面你占了幾件，那恐怕不太好扛，對吧？現在形勢已經某些方面跟日本差不多，就不好的方面跟日本差不多，但是我們某些方面還不如它，当然也有的某些方面可能比日本要稍微好點，所以大家早做準備，不打無準備之仗。寒意不僅來過了，現在來的是第2波、第3波，而且一波比一波更加寒冷。好，這期節目我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轉發，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謝謝大家。